呀哈，俺们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的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能念哦。记性，记性呢，记性呢。好，这边有个词汇要特别讲的，客家话有一个叫载尾字，好像我们国语说的记性，那客家话呢可能会加个记性载，记性呢。好，这是客家话特有的一种用字的方式，记性呢。好，第二个品心，品心，品性，品心。第三个挂号，挂号，挂号。第四个邮递区号，邮递区号，邮递区号。第五个住址，出址，出址。好，请问有乜嘅做得同聽數嘅？我想愛記性呢，請問愛記品性也係掛號？我想愛記掛號。郵遞區號同住址記得要寫清楚哦。好，我都寫好誒。愛同數28個人。好，請問愛19能會幾多？對方大約1-2日就會收到。多謝。看係頭度嘅樣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幾句常用嘅對話。首先，請問要記品性也係掛號？請問要記品性還是掛號？請問要，請問愛？好，有時候客家話會問哦，請問你要什麼的？佢就會問請問愛。好，接下來。記品性，記品性，記品性。好，第三個呢，還是壓黑，壓黑，這是我們客家話常常會用到的詞彙，壓黑。接下來掛號，掛號，掛號。好，這一句的整個組合是什麼呢？請問要記品性，壓黑掛號。請問。愛記品性也係掛號，還有記郵遞區號同住址，記得要寫清楚哦。郵遞區號和住址記得要寫清楚哦。郵遞區號、郵遞區號、妥和住址、出址，記得要寫清楚哦。要寫清楚哦。好，句子很長哦，我們先來一次慢的。郵遞區號同出址，記得要寫清楚哦。郵遞區號同出址，記得要寫清楚哦。下一句，要同數28個元，要向您收取28塊錢。要就是要向您收取呢，同數28塊28個元28個元。好，整句咯，要同數28個元。再一次哦，要同數28個元。好，最後一句，對方大約1-2日就會收到，對方大概1至2天就會收到。對方，好，大約呢，大概呢，怎麼說？大約1-2天1-2日就會收到，就會收到。好，整句呢？對方大約1-2日就會收到，對方大約1-2日就會收到。好，這個呢是我們這個單元常用句型的練習，一樣提醒你們要多聽多練習哦。